较早欢迎收看11月16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天兔风台，目前是已经减弱做轻度的风台，不过这外围环流依然是带来大雨，请这台南、高雄、屏东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咱先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 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25号轻度台风天兔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天兔台风它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一个最弱的轻度台风，南端还是有外移台风经过，因此台湾附近海面的长浪会持续。在基隆北海岸、还整个东半部沿海、绿岛、兰屿、西南部沿海，还有澎湖，今天一直到下星期2都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今天在台东以南，还有台南以南地区，还是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至于大雨的区域，则是在花莲。随着台风逐渐减弱，降雨的情况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但是昨天到今天，在南部和东南部已经降了很多雨，提醒大家前往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我们已经看到降雨的区域逐渐已经转到北部东半部地区。好，在之后呢？ 受到这风台环流的影响，后壁的雨的时阵是拢赶紧转去渔港来避风台。也若是垦丁的沿海嘛，拢已经为风锁线，海巡继续巡逻，提醒民众伫咧这风台天，千万莫走去海边啊看风景。 迄阵摆一摆做伙停伫渔港内面，受到天兔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屏东恒春半岛15日透早，风雨就一阵一阵，过到了风台愈晚，风雨是渐渐增强。渔民提早风台后壁渔港内面的海产市场，敢若剩一点点游客。虽然讲即马毋是垦丁旅游的大月，但是短短1个半月内，小连刷3个风台，即摆佫拄着拜6礼拜，服业者讲实在有够艰苦。可能会减少一半吧，50%这样。 可能就没什么人会出门，会比较扫兴啊，可是也没办法，气候问题。风台来影响关路业嘛，吼，游客是真压榨。垦丁南湾迄边的海沙堡都已经有封锁线，但嘛是有外国游客走来看风影，和海巡人员甲驱离。那目前的话，都只有外国游客下来这边看一下而已。那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外文跟他去做联系，好，那他们的都很配合，就直接离开。 对，那如果有下去的话，我们会直接当场直接去做一个举发的动作。风地做土石流警戒区的满洲分水岭部落这个所在，暗算贴280户100多个人。乡亲船准备下午5点预防性撤出。牛奶啊，很多。很多麻烦啦嘿。民众款物件无用试试，虽然讲感觉无方便，但是为着自身的安全，同款是配合公所和警方来撤离。防止暗时了后风雨增强，造成山区发生更较大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外交部表示，咱台湾的领袖代表林信义伫咧 APEC 峰会已经甲美国的总统拜登见面。 除了交流台美议题，林信义嘛感谢拜登过去4年来对台美关系贡献，嘛邀请拜登都要来台湾访问。另外，伫咧昨昏，咱国的代表行政院的政委杨金年，搁发回主为刘景清受甲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也搁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互动。美国方面嘛已经证实，布林肯是甲林信义会谈，讨论台美的经济合作。 米拉笑笑做伙翕相，行政院政委杨定年甲美国的代表戴奇伫秘鲁 APEC 部长级年会期间进行最后一届双边会谈。因为川普新政府伫要上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议虽然完成谈判，不过外界关心第2阶段敢有变数。台美双方在21世纪这个谈判是经过双方国会的同意，所以我们期盼新政府上来之后能够持续的。 就第2阶段进行协商，跟布林肯握了手，谢谢布林肯对我们的帮助。那另外，我跟泰国啦、跟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大概都有交换了一下意见，将来可以直接透过 WhatsApp 联络到几个国家的部长。南方商务长积极甲各国官员交流，因为 APEC 成员体甲 CPTPP 的会员国真侪共款，拄着咱国积极争取加入。不过外媒报道，中国要求共款 CPTPP 会员的秘鲁否决咱国的申请入会案。我们利用这一次在任何的场合，或是双边，或是在场边，我们看到这些 CPP 会员成员，我们跟他提出来，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 我可以跟你说绝大部分，但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因素的考量。在领袖峰会上场前，咱国 APEC 领袖代表林信义嘛讲，当把握机会，甲各国安排双边会谈。
刚去会场活动，是跟人家双边很重要一个国家刚刚谈，还有后面还是。The Secretary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Chinese Taipei Leaders Representative Lin Xinyi on the margins of today's APEC meetings as well, in which we discussed our important economic cooperation. 美国国务院证实，布林肯甲林胜义见面讨论台美经济合作议题。南方表示会谈气氛烧热，台美也就持续强化各方面友好关系交换意见，针对安怎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共同促进区域以及台湾友邦欢迎甲发展这议题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金门南平的海域受4只中国海警船逼挖咱的限制水域。海巡署分署是调度4只巡防艇来处理，不过伫咧下晡是又搁发现4只中国海警船撞入来，海巡就呼吁中国停止这款行为。海警14509，海警14509，你已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交通秩序及航行安全，请立即转向驶离，中国4只海警船昨早起11点左右是分别对4个所在驶入金门的水域。咱的海巡署是调度4只巡防艇来应对，全程是以中文、英文广播放送来甲因警告，宣告这执法的立场，收集证据甲因处理。不过，伫咧下晡2点45分，中国海警船是又搁驶入金门的限制水域，海巡署就呼吁中国赶紧停止这款行为。海巡署是维持无起诉、无退让的原则，维护咱台湾的国家主权甲海域的安全。今日的报纸拢系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的自来水普及率是有95%。为着互上尾5%偏远地区嘛有自来水通用，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宣布讲，经济部是提出5年106亿以上的改善计划，国发会嘛已经同意。接落来看中国时报，自然保育环境资讯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海岸调查报告，勘查9个海岸，发现自然的海岸是占2%。不过有坑、巴掌角、有说宝花也是渔港这款蓝木矿设施的是挖近4成，呼吁政府就要有巴掌角的审核机制。上尾来看联合报，台北市一个高中的女学生是去互查甫学生霸凌，甚至搁去互性侵，不过是颠倒去互对方指控性侵。家长质疑这校方是维护查甫的处理无公平，甚至这女学生搁去互学校问讲当时要转学。教育局就表示，若是校方处理的手段无妥当，对当开罚。接落来看台北内湖庄，伫咧内湖路一段受一搭建案的工地，正安稳土塔向倒落来，害一个骑机车的民众闪袂离就弄起哩。救护人员是发现伊的正脚头有断去，随甲送病院。监管处就表示，这初步研判是因为这脚架菜无在才会起去。目前是已经惩罚9万，下令停工。车真侪台北市内湖路一段正中段时阵，一个新建工地内底暗门土塔，向倒向马路，一个经过35岁骑机车的人袂好闪，一个甲弄落去。方救出来时阵人有清醒，验过正平大腿弯脚头骨的所在骨头断去。我要回来帮他找东西，因为他手机要联络他姐姐，通知他其他家人。对，因为他要开刀，有意识，可是记忆不清楚。哦，像大地震哦，都会害怕，连我们狗狗都拼命叫，震动的很大，砰着把窗户打开之后才看看，应该是东西打掉。还好没有往我们这边打。事发所在我一温文湖线，验过工地主任当时无愿意回应媒体。根据初步调查，是因为暗门土塔架啊固定不良，才造成倒乱意外。台北市府监管处除了派员现场来勘查，要求全面检视，并且对施工单位来开罚。本案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工地应负安全管理维护的责任，对施工单位裁罚9万元，并勒令停工。调查到位了后，赶紧把这个暗门土塔刷掉走。监管处也强调，要求施工单位必须完成检查改善，经过市府许可才会使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有30多年历史的台南市立美术场，去年12月整修，这阵时已经成做符合国际比赛场地。
不过最近却是传出讲是有龙洞狗会走入去攻击内底马，上无是已经害3只马死亡，2只马受伤。今年9月，马场内底监视器翕到女龙狗陆续走入来了后，伫咧立马，或者马行到四界走，加载工作人员紧出赶。这种情况一直发生，因为马场挖清水公园有人伫咧饲只流浪狗。顶个月底，康瑞风台来的时阵，只流浪狗无人饲，有时冲入去马场找只攻击马，结果冲步马甲比赛马有3只被夹死，2只被夹着伤。那会叫人啊，会叫去骑机车的人啊。啊，因为顶礼拜一个乌巴桑去，我一个跋倒尔，啊，佮一只看着尔肥的尔，佮靠8、9只佮拢挖过来啊。万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然后突然有野狗冲进来。然后马突然吓到，他去做起扬的动作，或者是乱跑的动作，那选手或是学员就有可能会从马上摔下来的危险。攻击意外发生在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市立马场，委外经营单位认为讲，流浪狗加马加死，结果加食，情况是真惊人。显示这流浪狗已经有野兽性，还有市府爱重视。民意代表烦恼讲，马场挖公园运动民众是袂少，就惊也有民众会去加丢。它既然会咬比它大的马，那我觉得人的安全性又更加危险。动保处已于11月14日设置3只诱捕笼，并于11月15日下午安排多组人力携带麻醉枪进行围捕。动保处讲，当地对去年到今年11月13总共300个流浪狗通报，总计抓到6只，下晡派员到现场来围猎，经由找钱抓到1只，后续会佫加强来猎，并且袂佫放回去。这是民意代表提醒讲，全市有11000只流浪狗，无够3000只被收容，另有8000只流浪狗伫各区伫流浪走来走去。市府对着流浪狗政策也是有调整改善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优美一间高中，顶礼拜六学校办活动，说是有一个穿号码底安全帽的查甫人走入去内底，对这查某学生卡来手来，佮脱裤。这个查甫人是已经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学校正常上课，伫桃园优美区的这间高中，顶礼拜六举办高中生体验活动。毕业课程练习的时阵，传出一个穿雨衫底、全戴式安全帽的17岁查甫人，顺势进入学校美丽楼梯间，对女同学卡来手来。专案依照强制猥亵罪，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现法目前已经做到羁押。好，我们女学生挣脱之后，马上按照 SOP 通知我们学校的学务处，学务处校安人员下令将铁门关闭，那人员也立即到这个地方将歹徒压制，通知警察到场逮捕。接获校方报案，称有人骚扰学生，警方立即前往，并由校方陪同查获犯嫌，全案依强制猥亵罪嫌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针对校园威胁事件，校校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对女学生安心辅导，主要伫调会甲班级进行安全宣导，也伫体育课互学生学简单的防身术。不过有市议员也就认情，指控学校事后警告学生免讲出去，也讲出群穿伤底加做犯罪诱因者不当的言论。家长上网 po 文爆料学校要孩子不得声张，后续更有其他的网友爆出主任在朝会的期间还说出女同学的裙子太短是犯罪的诱因，这种检讨受害者的话。针对指控，学校表示尊重而且遗憾，也解释调会重点是教学生自我防卫，希望降低这种事件各发生的几率，不是检讨学生，造成另外一种解读的深刻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有民众赛车经过滨高道时，这对向一只车硬要转过，违法倒弯，而且这行违规的人佮匹配叫停伫咧滨高道顶头。警方就表示，把这车停伫咧天基路是真危险的，上当会当罚9万。云林一个姓王查甫人赛车经过斗六市宝藏路的滨高道，对向一台轿车双硬要切过倒弯，还险险啊，就要弄起哩。慢慢佫想袂到讲，对方佫把车停伫咧天基路顶，落车就要甲伊理论。你不会往这边开吗？就真的因为在铁轨上，也不晓得那个火车什么时候过来啊。我想说好，保全也请我让一下，就不要再跟他吵了，要叫我退让一下啊。我退了之后，他也不走。还在那边叫嚣。保全是讲倒入来，迄个看唔到啦，唔是行迄边，你爱行较过来。
体育警察表示，当时是无接到报案，不过若照行车记录器来看，或是轿车甲车停伫咧并交道，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使罚15000以上9万以下罚金，搁吊驾照1年。后撞一平交道，因无法会车发生僵持对峙，本分局将调阅平交道监视器影像，厘清上述时间点违规车辆车牌，以查询违规车主身份。并依违规事实自单举发。警方表示，另外一台车因为无法度烧闪，那像嘛停伫咧黄线、网仔线的所在，若是确定违规，嘛要罚900至1800。提醒民众，若是万不一伫并交道附近发生纠纷，应该先把车驶去边啊，避免影响到火车，嘛保护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 A 组的预赛上尾天，出现2场大比分，提早结束比赛。美国港委内瑞拉是确定晋级当今的超级准决赛。也若是 B 组的预赛，昨日韩大战双方的战况是真得敌。落尾日本是6比3拍赢，日本甲咱台湾拢已经同款2连胜。今日暗头6点，日韩对台日对决，大家都要做伙甲台湾队加油。面对日本王牌投手高桥宏斗，南韩伫比赛一开始就发动猛烈的攻势。第2局1-3有人，洪启昌这记安打，互南韩先走带提分。日本也无得连两，第2局下半局连续2记安打，怎么2-3垒拢有人？红令红台这记通过3游红线的安打有2分打点，日本2比1反超前。这边的反攻，互南韩提早换投手。到第4局顶半局，南韩的捕手朴东元上阵这粒中偏远的球，攻到倒边外野观众台，这粒阳春炮，互两边怎么是2比2平手。第5局顶半局，南韩又搁有攻势，用当时这粒正深的二垒打，转来摕到1分，南韩搁赢1分。这场日韩大战，双方有3面互相超前领先。第5局下半局，日本趁到对方投手无分，攻占满垒。过来穆秀武这粒探过中红线有2分打点的安打，日本4比3搁超前。伫第7局，孙夏祥太搁攻出一支2分炮，牛棚的老手也拢甲南韩的攻势压来，日本6比3赢球。A 组小组赛，委内瑞拉对荷兰，第1局就攻4分。第3局搁来一遍，2粒轰让搁摕4分，因为荷兰是拍甲2-2拢无提分。上尾啊，委内瑞拉提前伫咧第7局11比0结束比赛，4胜1败，分组第1名晋级。另外一场要去东京的机票，就要看美国甲墨西哥谁人赢。虽然墨西哥伫第1局就拍破压2，不过美国自第2局开始连续5局拢提分，而且第5局1局就提5分，领先11分。也那墨西哥只个拿第7局下半局有搁提1分，上尾啊2比12，互美国提前结束比赛。美国也以 A 组第2名晋级东京的超级准决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冬至大游行10月顺利结束，后礼拜就轮到高雄要办冬至游行。根据这行政院的调查，13000外的受访者当中，认为家己即阵的性别认同甲出世的时阵性别无同的占比大约是10%。这阵人当中，佮包含月娘、酷儿等等多元的族群。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来看下性别族群的故事。画目彩、穿女装，这是校过每一天上界欢喜的代志。伫下性别的族群内底，有超过一半因为手术的风险、甲费用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所以无做变性的手术，是以穿插打扮或者是食荷尔蒙的方式来过日。我性别认同是偏女生，因为我会说偏女生，是因为我在我的性别观念里面，就是性别是一个光谱嘛。我觉得认识我的人，如果开玩笑说是可爱的男生什么的，其实我是都 OK 的。对真侪下性别的人来讲，性别认同的探索是一条真长的路，会因为社会压力甲自我的怀疑，唔敢以家己介意的打扮出门。经营210年的月娘基地，都是为遮的少数性别的族群，互因会当有一个查访查好的所在。这个点只要亮起来。我开这个月娘基地，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讲做共享空间啦。伊会当洗衫啦，也是讲伊要洗身躯啦，也是讲伊穿要来遮吼化妆啊，也是讲换衫啊，吼拢会使。啊，无就伫咧遮
聚会啦、聚餐啊、聊天啊。亲戚朋友甲伴侣的支持理解，是多元性别族群真重要的力量。打扮较中性的安安 Q， 伊甲因女朋友李亚学化妆甲穿插的技巧，因的互动是真自然，嘛袂影响双方的感情。他穿女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就是穿着上面的改变，但相处上面的本质还是这一个人。然后我也觉得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好像在性别上面没有，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隔阂。虽然台湾伫咧性别的议题已经领先真侪国家，更加是亚洲头一个立法通过同志婚姻的，不过对下性别的族群来讲，也是希望会当互社会甲法律理解，性别并不是选择题，是咱人自来的人权。记者陈雅顺、连新维综合报道。天主教会台中教区附设的圣庙圣心启智中心，今年是已经成立36周年。这中心的囡仔是展现平常时上课的成果，伫咧舞台顶快乐跳舞。教会嘛特别伫咧年尾发动年菜甲加菜金的募款活动，招集大家就同齐做爱心，互弱势家庭会当幸福围路。自信的表情伫舞台顶欢喜表演。鹿港圣母圣心启智中心目前服务58位的身心障碍囡仔，为着庆祝今年成立36周年，囡仔展现平常时练习的成果，互大家家长看甲真感动。较有自信的，莫讲因为咱的身体有缺陷，就真唔敢去面对外口。哦，这个信心对来讲实在是足要紧的，啊，嘛会使做代工，赚家己的所费，这种感觉就甲咱一般人拢同款，证明咱家己正经足好的。除了圣母圣心启智中心，天主教会台中教区伫台中、彰化、南投各共成立8间的身心障碍服务机构，提供生活照顾、支持性就业、早期治疗这类服务。即阵也当咧募集年菜加加菜金，希望互弱势家庭会当好过年。阮今年是第10年，伫募迄年菜甲加菜金吼，每一年拢愈来愈少。毋过阮嘛是希望讲会当照顾这慢飞天使，互因伫咧过年的时阵，上无会当食会饱，然后穿会少安尼。天主教会表示，这几冬因为钱变薄，通货膨胀，经济较歹，募集金额逐年拢减少1成左右。今年教会继续伫年尾替286个弱势家庭募集年菜，招大家同齐来做爱心。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若是加纳寡钱，会当较袂塞车，你敢会愿意纳这条钱？为着解决塞车的问题，美国纽约州是宣布，明年1月初5开始要扣塞车税。赛车入去市区，一台车要扣9块美金。大路车真多，这是美国纽约上界精华的商业区曼哈顿。纽约州州长霍克则是宣布，对明年1月初5开始，曼哈顿会开始来扣塞车税。小客车伫平常时日时进入市中心会收取每摆9块的美金，折合台票将近300块。汽车甲巴士的费用是更加贵。We have found a path to fund the MTA, reduce congestion, and keep m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pockets of our commuters. 若是顺利来推行，这将是美国头一个塞车税计划。这项政策原本今年6月底就要来实施，不过因为各方反对，而赶进法庭。当时计划每一台小客车收15块美金，这是拍6折定来。州政府讲，扣塞车税会使减少车流量，也会使改善空气品质。更加有计会为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带来150亿美金的收入。因为这笔收入会用来改善地铁甲公车，互大众运输系统更加完善。This lower toll will still allow us to accomplish all, and I mean all, of the goals of congestion pricing. New modern signals, the long-awaited 2nd Avenue subway, new electric buses, elevators. 美国是世界上上爱开车的国家之一，有超过90%的家庭有汽车。纽约已经相对无瓦靠汽车。因为拥有完整的大众运输系统，只有55%的家庭有车。尽管是安尼，每天也是有90万车次进入曼哈顿市中心，严重来拖慢车速。也若经过估算，扣这个塞车税会减少17%的车流量。国际新闻由派准编译。最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3度到27度。
中部地区23度到28度，南部地区23度到27度，东部地区23度到27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顺心，咱再会。